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思想嘅題目係主再來的確據，經文係彼得後書第1章12到21節。使徒彼得提醒信徒要特別提防假師傅嘅影響。當時教會面對假師傅嘅攻擊，佢哋傳說耶穌會遲嚟，甚至耶穌唔會再來。於是彼得運用主觀嘅經驗、客觀嘅證據兩方面去證明耶穌嘅再來係確實嘅。主觀嘅經驗以及客觀嘅證據係我哋信仰兩塊好重要嘅基石，缺一不可。如果我哋嘅信仰缺乏客觀嘅證據，只有主觀嘅感受，就係迷信，變得盲從偏頗。但係如果我哋嘅信仰缺乏主觀嘅經歷同感受，只有客觀嘅資料，就變得空洞枯燥。我哋喺客觀上以及主觀上兩面都需要平衡去發展，我哋嘅基督徒生活先會變得健全，教會自然就會健康。彼得為咗要證明耶穌必定再來，佢首先提出佢主觀嘅經歷。彼得復述翻30年前佢曾經目睹耶穌登山變像嘅時候顯出嘅榮耀。呢個嘅景象就係耶穌將來降臨嘅時候嘅預演。喺第16節，聖經話：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降臨的事告訴你們，並不是隨從乖巧捏造的謊言，乃是親眼見過他的威榮。因此，彼得30年前喺山上嘅主觀嘅經歷，正係佢篤信主會再來嘅有力嘅證據。同樣，今日有唔少嘅信徒因着佢個人嘅信仰嘅經歷，好似係禱告蒙允、病得到主嘅醫治，以致佢嘅信仰能夠更加嘅堅定。彼得為要證明主嘅再來係確實嘅，佢提出第二方面就係客觀嘅證據，就係聖經嘅真理。喺19節，聖經話：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，如同燈照在暗處。你們在這預言上留意，直等天發亮，晨星在你們心裏出來的時候，才是好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哋點知道耶穌一定會再來呢？因為聖經充滿咗關乎耶穌嘅預言，而且呢啲嘅預言係早喺耶穌降生前500年前，甚至1000年前已經發出咗。而且呢啲嘅預言奇妙地應驗晒喺耶穌身上。有一位數學家叫做 Peter Stoner， 佢計過，如果8個嘅預言完全應驗喺耶穌身上高，個或然率係細到係1之後17個零分之一嘅機會。上述嘅或然率嘅意思，具體啲嚟講就係咩呢？就係將世界5大洲嘅陸地，我哋鋪上1.5平方寸嘅瓷磚，其中一塊我哋做咗個記號，我哋需要一抽即中，就係呢個嘅或然率嘅意思。如果同時應驗喺耶穌身上嘅預言擴展到40個，或然率就係1之後157個零分之一嘅機會，呢個係我哋無法想象嘅天文數字。耶穌都預言過佢自己會再來。耶穌再來嘅預言一定會實現嘅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哋常常留意先知嘅預言，我哋就好似有燈照在暗處一樣，大得光照，滿有亮光，直到晨星嘅顯現。弟兄姊妹，彼得所講嘅晨星其實係指到基督，因為喺啟示錄第22章第16節，基督係稱為明亮嘅晨星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哋時常留意聖經嘅預言，深信不疑，而且心中對主嘅再來堅定確信，就必定喺神嘅亮光當中行走，就唔會被假師傅去蒙騙，否認主嘅再來。弟兄姊妹，既然耶穌嘅再來係確定嘅，我哋點樣去迎接佢嘅再來呢？